李记者综合报道。贷款外界认为真有机会成做日本后任首相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就破幕，带议员访问团来台湾访问3天。今仔嘛甲赖清德总统见面，双方是针对台日合作，各有区域政策来交换意见。同一时间美国民主党的女性众议员访问团嘛来台湾，伊用实际行动要来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被认为是日本后一任首相联盟连选之一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带领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指挥访问团来台湾访问3天，13早起会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表示，台湾跟日本是互相扶持的伙伴，希望会当做伙面对挑战。面对中国崛起对印太区域的和平的威胁，台湾有决心守护台湾的安全，也有决心跟民主阵营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非常希望跟日本等民主伙伴一起努力，撑起民主保护伞，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価値観を共有いたします日本と台湾が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抑止力が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そしてまた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国民一人一人が安全で安心できるように。共に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いであります。表达希望台湾日本合作，加强合作的力量，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其实，唔那是石破茂一个访问团的成员，拢捌伫咧日本政府部门担任防卫大臣、加外务大臣等重要职务，对国防安全加印太情势拢正了解。另外，美国的民主党女性众议员访问团也来台湾访问。当前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台湾非常期待能够跟美国加强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This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because of potential aggression from the cross straits. But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are steadfast and resolute in our support for Taiwan. 美国众议员史翠克兰表示，访问团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将会继续关心中国的侵略行为，希望会当进一步推展台美紧密的伙伴关系。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加繁荣。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台南成功大学